来看高雄市有民众骑奥多摆啊，差一点要捡一台弄红灯、佮饲喇叭的公车来弄掉。这条路线的公车记录啊，无啥好。去年就捌弄过民众啊。针对这边的事件，公车公司未必将这个司机来记过处分啊。老祖骑车经过路口，正手边汹汹一台公车驶过来，那速度真紧，佮一直加饲喇叭。刘启苏行一个紧通过路口，是听到其他民众咧话讲，公车冲红灯，伊才回神。真的吓死人了！我想说我没有红灯啊，我明明就是绿灯。代志发生伫昨下晡3点外，高雄三明区的河东路。刘启苏指控公车司机冲红灯，喇叭佮饲甲真大声，监视器也翕到两台车险啊到小弄。落尾刘启苏也向警方检举，都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啊！有的黄灯、红灯的还是照常开呀、好像红绿灯对他来说没有那个啊。过路口的时候都蛮快的，抢黄灯很多啊。本分局将依相关事证进行举发。司机敢若伫冲红灯了后，也一手向启苏来质疑。警方看影片，强调会针对违规的部分，包括着公车冲红灯、起诉临时停车、加团款伫路边摆搭，拢进行计罚。那公司的话，基本上是依照员工规则，这边是记大过去做处分，这样，而且这个会影响到后续可能年度考核的一个绩效评比。闯红灯的部分呢，予以加重处分。那另外也会纳入评鉴，予以扣分。其实，共这条路线，伫去年几月才发生公车弄掉机车的事件。当时公车敢若嘛是抢紧，是讲客运公司强调是无共司机，后续会加强教育训练，也提醒其他人爱守规矩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